未来。以小海盐的意识，祝福新店开幕。来自日本的人气物件品牌，在台南开设第6间店面。空间里面一定可以创造更多年轻时尚的这个潮流。这款物件样式受到不少少年人的喜爱，尤其引进东港阳光、厝件、配件的快速流通，和物件唔那是世界辅助工具，更是生活风格的延伸。那我们有去调查发现，其实在台南市还有相当大的市场潜力。对，尤其在明年可能会有很多的空白的 share 市场的 market share 出来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台南是一个很值得发展的一个地方。今年品牌进入台湾已经满10周年，新店位置就伫咧南台湾上大的小肉园区内底，除了是对台南市场的长期投资，未来嘛将持续探索更较侪创新合作的可能。我们在今年一整年也赞助了台南的球队统一狮。对，所以跟统一狮有很多的合作。那其他的业活动跟台南很多在地的厂商也有去做合作，希望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。物件、小肉甲生活美学跨界合作，代表着台南在地生活消费甲文化品味的多元魅力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